最平148蚊就可以食到火鍋加燒肉放題，仲有超過80款嘢食，任飲任食都係呢一個價。升級套餐仲有 A3 鹿兒島和牛、滿山跑脆皮雞、山湯龍躉件。不過你以為淨係晚市咁平？錯啦，呢度午市嘅所有點心仲係一律小點價，20蚊就食到原價32蚊嘅點心。想知晒有咩優惠，到底有幾抵？繼續睇落去咪知咯。如果你都想收到最快同最新嘅飲食優惠同情報，就快啲喺睇片之前撳埋個鐘仔訂閱我哋先啦。事不宜遲 ，Let's go！講到明任飲任食，最值得關注嘅梗係有咩食啦。等我快速巡一巡個自助區先。肥牛有，松板豬有，海鮮有，火鍋丸類有，菜有，菇有，冷盤熱盤通通都有，連水果都有。乍眼睇肯定唔止80款，唔止嘢食，連嘢飲都有好多款。啤酒、汽水樣樣齊，啱晒大人同小朋友各取所愛啦。而且款式仲會不定期更新，咁就唔會怕食厭啦。最常食咩啊？我諗因為其實呢個乜都有，其實因為你話海鮮都有蜆啊，咁肥油啦，性價比又高啦，呢度值得多啲嚟嘅。你哋係咪第一次嚟啊？唔係啦，好多時都嚟嘅呢度。不過唔好以為咁平又咁多嘢食，環境係咪會好差㗎？睇下先啦。環境相當唔錯，真係。環境又唔錯，價錢又平咯，坐得舒服啲咯，因為出邊好多茶樓佢係要架台嘅，其實喺呢度係比較少啲。新潮格局、乾淨企理、燈火通明，仲有海鮮魚缸，絕對係非一般嘅火鍋酒家嚟㗎。環境仲好闊落，有卡位，有圓台，啱晒同朋友或者一班人嚟食放題都唔怕逼啦。不過打邊爐淨係得嘢食又點得呢？最緊要梗係湯底啦。呢度嘅幾款湯底都係由師傅精心調配，冇話揸流灘㗎。等我逐款數下先。鮮番茄湯，一眼就望到滿滿嘅番茄，飲落酸酸甜甜，勁開胃。雞松茸雞湯，用咗雞松茸、紅棗、杞子煲過嘅湯底，清新得嚟又搭配住濃濃嘅雞香，啱晒中意食得清淡嘅朋友。滋補菌菇湯。獨特濃厚嘅菇味，既清香又清甜，將菌菇嘅精華溶晒入湯底入面，勁香啊！紅湯麻辣鍋，中意食辣嘅朋友就一定唔可以錯過啦！主打辣味嘅紅油鋪滿成個湯底，香而不嗆，仲有唔同嘅辣度可以按個人口味選擇，咁就唔怕辣親啦！山野無花果滋潤湯鍋，師傅用咗乾無花果、百合、圓肉、雞松茸、木瓜片、紅棗、蜜棗等等嘅材料煲成，未飲已經感受到濃郁嘅甜味，唔好話打邊爐，直情就咁當湯飲都冇問題啦。除咗自助飲食區，呢度都有唔同嘅任食套餐俾客人選擇，揀選適合自己嘅喜好，豐儉由人。A 餐188，主打特級牛肩胛肉眼同山湯龍躉件。啱晒對牛肉有要求嘅朋友仔，而且仲有新鮮清甜嘅山湯龍躉件，食完一嚿靚牛肉，再食一啖新鮮龍躉，夠晒滿足啦！而且呢度除咗打邊爐，仲可以燒烤，一個價錢兩種食法，無論係淥定係燒，靚牛肉都一樣出色。而且醬料區仲有多款燒烤醬提供俾大家。雖然燒烤食物已經醃好晒味道，但係大家都仍然可以根據個人口味調配適合自己嘅醬料。中意重口味嘅我，今日都揀咗呢隻燒烤醬，自己醃一醃雞翼先再燒。發生小廚神，朋友食完都話正，仲係咁追問我嘅配方添啊！呢個餐我就推薦滋補菌菇湯啦，將牛肉同龍躉嘅鮮味再次提鮮，完美配合。B 餐268，除咗 A 餐嘅特級牛肩胛肉眼同山湯龍躉件之外，仲有美味鮮蠔任食。呢個餐我就比較推薦配雞松茸雞湯底啦，唔會蓋過蠔嘅鮮味，正啊！ C 餐298，除咗 A、B 餐嘅美食之外，仲會多咗油脂同肉味均衡，具備油嫩同咬口並存嘅鹿兒島 A3 和牛。最值錢㗎，烤和牛啊，真係好好食，係啊，燒嚟食又好好食，油脂好豐富，係啦。對比 A5 和牛嘅高油膩感，A3 等級油脂會更加分佈均勻。
等客人既能體會到入口即溶嘅香醇油脂，又可以品嚐到濃郁嘅牛肉纖維口感，唔會過分油膩。所以呢個餐我就比較推薦配鮮番茄湯底，酸酸甜甜嘅番茄湯配搭牛味勁重嘅 A3 和牛，超夾啊！最後要介紹嘅當然唔少得 CP 值最高嘅 D 餐啦。點解會叫呢個餐嘅？因為抵食啊，抵食。只係148蚊就可以任飲任食，打邊爐之餘仲可以食埋燒肉，而且唔好以為咁平就冇主打嘅食物啊！嗌咗呢個餐嘅朋友仲可以無限追加滿山跑脆皮雞。師傅選用咗結實多汁嘅走地雞，再經過秘製處理完之後，不經油炸都已經夠晒皮脆肉香，所以呢個餐我就比較推薦配山野無花果滋潤湯鍋湯底啦。鮮甜嘅湯底配合埋香濃嘅雞肉，將雞味同湯底再完美配合。隨湯底送到嘅雞肉會跟隨5層塔送到俾大家。所以師傅推薦打邊爐之前，先將最底層嘅雞件落到湯底熬一熬，令雞味入晒湯底，先飲一碗精華濃湯之後，先開始打邊爐，咁樣就更加體驗到雞湯嘅鮮味啦。不過提咁多位朋友仔 ，ABC 餐都可以任食滿山跑脆皮雞嘅，想食嘅話記得要問店員拎 QR code 落單啊。最推介打邊爐蝦好新鮮，係咁跳咯。如果都係未夠喉，仲可以用優惠價128蚊加配一隻新鮮波士頓龍蝦，打邊爐一流，全方位滿足你對海鮮嘅要求。不過唔好以為淨係晚市先有着數啊！除咗晚市嘅火鍋燒肉放題，午市都仲有好多超優惠點心。性價比都幾高下㗎，抵食嘅都。最緊要個平嘅啫嘛。平成點？不論專點、精點、大點、中點定係小點，喺以下呢個優惠時段，一律都係以小點計算嘅咋。平日嚟攤翻籠真係抵到笑。等我睇下有啲咩超筍推介先。樣樣都好食喎，點講啊？原本係專點，原價32蚊嘅蠔皇鮑魚燒賣，優惠時段只係小點20蚊就可以食到原隻鮑魚，仲要唔係一隻，係3隻啊！有都好食嘅，個鮑魚燒賣係啊原隻㗎，擺喺面㗎，現隻一個個咁擺喺上邊，即係燒賣上邊呢度都好食㗎。而且用蠔皇汁煮過嘅鮑魚燒賣，保留咗鮑魚嘅鮮味之餘，再加入蠔皇汁令鮑魚鮮上加鮮，再加上燒賣入面嘅蝦、菇同豬肉，味道豐富之餘，口感亦都非常豐富。淋滑嘅鮑魚加上結實嘅燒賣，一啖擺入口，雙重嘅享受，計翻一粒都係6個幾就可以享受到，勁抵啊！腸粉你就食得多，原本係精點，原價29蚊嘅脆蝦胭脂腸粉，你又食過未？用紅米漿整成嘅紅色外皮，外皮除咗顏色鮮豔，視覺令人食欲大增之餘，紅米外皮仲會比一般嘅外皮更加滑嫩，再加上包埋炸過嘅油炸鬼同蝦膠，外軟內脆，鮮甜彈牙，一層一層嘅豐富口感，加埋豉油嘅點綴，絕對係一種與別不同嘅腸粉體驗啊！柿子都可以蒸？當然唔係啦，呢款原本係大點，原價27蚊嘅鮮蝦柿子餃。造型係咪好似林柿呢？師傅將橙色嘅外皮包住蝦、筍粒同豬肉，煙韌嘅外皮將內餡嘅精華鎖住，一咬開，鮮味就喺口入邊爆發。睇下真係好足料㗎！就算唔講味道，一眼望落去咁得意造型，我係小朋友都搶住嚟食啦！一次過滿足晒一家大細。大家係咪都好想好似我咁親身嚟試下呢？元朗1號漁船就喺怡豐花園地下。大家可以由元朗廣場對面嘅豐年路輕鐵站直行大約5分鐘，穿過教育路之後轉左，到達馬田路再沿路直行就會到達酒樓㗎喇。酒樓喺地面，大間一望就望到。好想同我一樣體驗咁平嘅火鍋烤肉放題同點心嘅話，就快啲嚟試下啦！嗱，不過除咗元朗之外，旺角同大埔都有分店㗎，其他分店全部都有超優惠價錢。咁就腳啱晒住喺唔同區嘅朋友仔啦。要留意嘅係，只有元朗嘅分店先有埋烤肉，其他分店都只係火鍋放題。想食燒肉嘅朋友就記得要嚟元朗啦。不過個火鍋咁吸引，淨係打邊爐都夠晒滿足啦。整體嚟講，如果你想揾間平價放題又多選擇嘅話，呢度真心推介。而且睇到呢度嘅你，仲有特別嘅優惠。依家火鍋加烤肉放題，全部套餐一律都做緊限定95折優惠，我都唔知做到幾時㗎。所以要享用優惠嘅話，就真係要快啲嚟啦。
如果想知道仲有咩好嘢食，快啲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、like、share， 話埋俾你哋嘅朋友知，同 comment 話俾我哋聽有咩嘢食最吸引啦！密切留意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